敬拜赞美他。我们今天也特别看到第二堂是由我们的圣歌队来带领我们一起赞美。我们通常在第二堂我们都是看到小组或者是以牧区为单位，但我们今天看到不一样的团队，在这边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也让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用非常多不一样的方式，用非常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团队，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非常棒的一个产业，也是给我们非常棒的一个祝福。也愿今天早上，不论是我们在一开始敬拜赞美、大声歌唱敬拜的声音，或是圣歌队在们带领我们用他们的歌声赞美，都让我们在今早，我们都可以一起享受在敬拜上帝、赞美上帝这样美好的氛围当中。愿上帝赐福每一个人。在我们开始来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不论在人生当中什么样的境遇，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仍然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带领我们，你引导我们，你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主要帮助我们在今早的礼拜当中，再一次的与你亲近，在今早的礼拜当中，再一次的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也听见你要对我们所传讲的话语，帮助我们，也透过这些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真实的帮助以及鼓励。求你来带领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在前几次，牧师有在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参加一场聚会，或者是我们来参加礼拜的时候，我们应当带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应当在礼拜当中，我们可以如何一起来学习，也一起在礼拜的每一个程序当中，我们如何看见上帝特别的作为。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在我们礼拜当中，我们会有赞美的这个部分。在上一次的分享，牧师分享，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态度。虽然我们可能从外表看不见，但上帝看得见。上帝是个灵，所以我们更应当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跟他建立关系，用我们的内心来发出对他的敬拜。所以上一次在说，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的时候，每一次不论在主日礼拜、小组的聚会、牧区的聚会，或在我们要敬拜的时刻，我们都要敞开我们的内心，我们都要打开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神来建立关系，来向他来敬拜。但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敬拜的，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部分，叫做赞美。人为什么会赞美？人为什么要发出大声赞美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在敬拜当中？为什么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我们为什么要唱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称颂我们的上帝？这也是我们礼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这两段我们很熟悉的圣诗的诗篇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思考。每一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来敬拜我们是怎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离开教会，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场所，我们如何继续的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的事情。我想对于赞美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都会遇到。我们都会遇到，我们会赞美我们身旁的人事物，我们会对我们身旁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会发出赞叹，我们可能也会发出我们对他的赞美。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先学习这些事情，如何对别人赞美，或者是对如何别人发出这个颂赞的时刻，我们要如何对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来发出赞美呢？如果看不见的人、看得见的人、看得见周遭的人事物，我们都没有办法对他说出赞美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对他说出颂赞的话语，那我们又要如何对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来发出赞美赞叹呢？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何赞美。但是我们知道，在台湾或在华人的文化，我们其实
有时候都不太好意思赞美别人，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赞美别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赞美别人会让别人觉得很骄傲，就是我赞美他之后，会不会让这个人觉得很骄傲，会让这个人觉得说我很了不起。有时候我们吝于赞美，也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赞美，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出我们看见他的好，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出我们觉得他需要被我们鼓励的地方。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对夫妻，有一天太太先生太太，这太太煮晚餐，太太就问这个先生说，这个我晚上煮的这道这个鱼好不好吃？先生就说不错吃，他说不错吃。太太要问说那我今天煮的这个菜好不好吃？先生说不难吃，于是太太就有点受不了，他就说就好吃就好吃嘛。对不对？好吃就好吃，然后他又再问一次，那我今天煮的这个肉好不好吃？先生就改口说，普通。太太就有点受不了，他说，你要总是要赞美一下，说好嘛，说个。于是先生就喝了一口汤，他就说，好烫。好吃就好吃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说，不错吃，不难吃，不错看，好就好。但有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出称赞的话语，或说出好的话语。因为像有时候在家里，师母会煮饭，师母煮饭她也会问我这个，她问我说今天煮的好不好吃？有时候我也说不难吃，我也说不错吃。但我后来想想，师母说好不好吃啦？后来我就想到我想要一个赞美她的话，我就跟她说，你煮的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好像也很吝于讲赞美的话，甚至讲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这是让我们在日常就可以学习的，在我们身旁，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学习如何去赞美他。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没有骂他就不错了，我还赞美他，有些人可能会说大家都很忙我也没有机会可以赞美他，没有机会可以跟他说话，他都没有赞美我，为什么要赞美他？但有时候赞美是一个双向的事情，有时候赞美是我们可以跟别人建立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前阵我看《天下》杂志，它有一个报道，它有一个研究，他说赞美有一个多大的影响力？人常常低估了赞美的力量。赞美会让自己跟接受者带来一个很正面的影响，比起没有赞美之前，在给予、接受和赞美之后，双方的心情都明显变得更好。所以赞美非常的重要。不仅是你祝福别人，别人也得到信心。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学习去赞美别人。在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每个礼拜在这里服侍，每个礼拜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一起参与。我们有没有去赞美他们？有没有去鼓励他们？而更重要的不是只是要跟这些人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一件事情。当我们可以跟这些我们身旁看得到的人事物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才更有办法对这个看不见的上帝也发出我们的赞叹，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2篇的诗篇100篇，它是一个赞美感谢的诗歌，而且它也是一个一首邀请的诗歌。它邀请我们一起来向上帝发出欢呼。若你看和合本的圣经，它有出现了7个当，就是当什么时候我们要欢呼，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来赞美，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发出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来向他欢呼。诗篇150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篇的圣经的经文，它也是在整个诗篇当中的最后一个篇章，一个经文。而这个诗人在编辑这个经文的时候，把它放在最后，放在整个150篇的最后，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把所有的一切赞美、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诗人告诉我们，用一切的方式，凡有气息的都赞美他，用各种的音乐，用各种的声响，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这一位上帝。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2篇的诗篇，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我们如何在教会当中，在每一次聚会、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发出赞美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仍然发出赞美的声音。所以，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赞美？什么是赞美？我想，赞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在一开始的时候，牧师跟大家分享，赞美事实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会赞美各种人事物。
如同前阵子台湾这个12强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新闻媒体每一个都在这个一直赞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棒球队打得非常好，然后就开始报道这些球员，然后赞美他们，然后全国的国民一直赞美他们，在赞美在我们的身旁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可以看见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更多的赞美神，以及要向别人称赞、颂赞我们的神，这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不仅是赞美这个世上所看到的一切，更重要的，我们要更多的去赞美我们的神，而且也更多的向人去颂赞、称颂我们的神，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看圣经，你看到赞美这两个字，在看到赞美这两个字，在圣经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向神发出非常大的声音，向神发出非常大的声音，代表赞美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事情，代表赞美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主动的，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每次说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每次聚会我们都说我们来赞美神，但我们都如何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们都如何发出我们的赞美？每当前面敬拜主演带我们一起赞美，圣歌队带我们一起赞美，或者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参与礼拜，每个天我们都是在赞美神。但是我们都如何发出我们的赞美呢？我们都如何发出我们的赞美？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也去思想这件事情。当我们在聚会时，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先一开始了解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什么是赞美？就是向神发出大的声音，向神发出大的声音。向他欢呼，向他欢唱，向他发出大声音。所以，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我们为什么要向神发出赞美？当然，刚刚说，如果在我们一般的人生活周遭，我们发出赞美是看见这个人可能表现很好，或某件事情很合我们的心意，说我们赞美他。但是在信仰的角度，在教会当中，我们为什么要赞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我们的神？第一个，赞美是出于上帝的命令。第二，赞美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赞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诗篇第100篇第1节就告诉我们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现在中文本说：“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诗篇150篇第1节，他也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看这两段的经文，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当向。诗篇20篇告诉我们是要，代表是什么？出于上帝的命令，要我们去赞美他。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已经配得所有一切的荣耀，配得一切的尊贵。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赞美他？他若已经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颂赞都归于他，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赞美他？为什么他还命令我们要赞美他？事实上，这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赞美一个人？我为什么赞美一个事情？代表我跟他是有关系的，代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事物，所以我赞美他，所以我跟他想建立关系。我们为什么赞美神？因为我们看见这个神是大能的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作为的神。我们看到这个神是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所以我们发出赞美。我们在发出赞美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建立跟他的关系。当我们每次赞美的时候，我们赞美神，也在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也再一次的去思考，我为什么赞美？是因为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作为，所以我赞美他，我回应他。也因在这个过程，我们跟神建立更多的关系。如果我们更多的只是赞美我们自己，只是看重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就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就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神要我们赞美他，目的也在于我们可以跟他建立更深、更亲密、合宜的关系。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赞美也是因为上帝他配得，赞美也是因为上帝他配得这一切。诗篇第100篇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150篇也说：“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诗人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是良善的，他是好的，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慈爱是永远不离弃我们的。因着他的好，因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赞美他，他配得一切，他大能的作为，极美的大德，所以我们赞美他。没有人配得，
在这世上除了神以外，没有人配得这一切的赞美，唯有他配得，所以我们发出极大的赞美。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我们赞美也因着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赞美也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诗篇第100篇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诗篇150篇也告诉我们：“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人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于他的。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因着我们属于他，因着我们是他造的，因着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着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领受他极大的恩典，领受他极大丰盛的祝福，所以我们赞美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赞美？出于上帝交代我们很清楚的命令，目的也是帮助我们可以跟他建立更美好、更合宜的关系。我们赞美也因着他是配得的。我们赞美因着他是配得一切赞美荣耀的，我们赞美因着我们是属于他，因为我们跟他有关系，因为我们是跟他有关系的，我们跟他是有连结的，所以我们来赞美他。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要怎么来赞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赞美？我们要如何来赞美我们的神？第一个很重要，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赞美他。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赞美他。诗篇第100篇第2节，他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来歌唱。”在现代中文译本，它翻译是说：“要欢欢喜喜的敬拜他，要唱赞美诗歌到他面前。”和合本翻译叫乐意，中译本翻它叫欢欢喜喜。事实上，乐意或是欢欢喜，原本的意思就是指令人快乐的事情，代表是一个让人做了心情很愉悦。做的是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来敬拜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高声赞美他，是一件让我们开心的事情。你今天早上来赞美上帝，你有开心吗？有快乐吗？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乐意来赞美他，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赞美他。一个发出赞美的人，上帝也同样看我们的内心是否乐意。这种发出赞美的态度，也更是向神发出我们的感谢。这种赞美的态度，也更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如一开始说，上帝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有没有乐意？我们有没有欢喜？有没有快乐？还是我们刚在敬拜也好，或在唱歌打拍子，只是旁边有打拍子，所以我跟着一起打拍子，我没打怪怪的，一起打。还是真的是你是很开心的在那里拍手，在那里大声的赞美？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让我们思考？我们来教会每一次来参与，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开心愉快的心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如何来赞美？用诗歌颂词来赞美。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赞美，是可以用诗歌、用颂词来赞美。诗篇66篇第8节，经文这么说：“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的神，使人听得赞美他的声音，使人听得他赞美的声音。”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赞美是最明显而且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别人听见；最清楚而且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别人听见。所以，不论是我们在唱歌，不论是我们祷告，我们读圣经，都是一种赞美的方式。当我们大声的宣告出来，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大声唱出来的时候，也让人家看见，也让人家听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赞美神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不是表现给别人看，我们不是表现给别人看，说我唱歌唱得很大声，我唱歌唱得很好听，不是要表现这个，而是发出我们的内心，让人听见。我很真实的我在赞美我的神，我很真实的发出我内心的呼喊。我很真实的发出我对上帝的颂赞，所以最简单明显的就是让别人听见。所以当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敬拜，前面台上的主领邀请我们一起来歌唱，我们一起大声的歌唱，或是邀请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经，我们一起大声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让我们可以看出赞美神的一个回应的方式。所以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让人听得见。
让人听得见我们的赞美，让人听得见我们对神发出的颂赞。第二件事情，我们如何来赞美？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行动来发出我们的赞美。通常赞美比较带有是外在的表现，通常在赞美比较带有是外在的表现。我们可能会举手，我们可能会拍手，会拍掌，我们可能会站立，我们可能会跪拜，甚至你可能看过有人在敬拜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他会跳舞，有很多不一样外在的方式去表达出内心对于我们的神的颂赞。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肢体来表达赞美。所以当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不要害羞。如果你觉得这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这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一个让你开心，而且是很让你享受的时刻，就享受在跟上帝的同在，就享受在那个赞美的时刻，就大声的唱，大声的拍手，大声的举手，因为那是你跟神的时刻。更重要的不是只有我们单纯的肢体，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成为一个赞美的记号。当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别人的面前颂赞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行动，成为一个见证的时候，也让人可以看见，让人家可以见证到什么叫做赞美神。所以不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举起双手，我们拍手，我们歌唱，用肢体，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见证，成为一个最美赞美的记号。所以最后我们来分享，那我们什么时候要赞美？我们什么时候要赞美？我们什么时候要赞？第一个，可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要赞美。什么时候要赞美？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就要赞美。可以大声赞美的时候就要赞美。诗篇150篇说，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所以不仅在上帝的圣所，不仅在来教会的时候，也在显能力的穹苍，代表在上帝显能力的各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所居住，我们所站立的每个地方，我们相信都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都相信有上帝的能力。而所以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时刻，我们都要发出我们赞美的声音。所以现在就是发出赞美最好的时刻，随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哪里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赞美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那里。而大声的赞美神，也宣告上帝在掌权。当我们大声宣告的时候，我们也在跟这些不属于我们生命的这些捆绑，我们在宣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大声的宣告，我们是赞美神的，我们是向神献上感谢的。所以不仅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赞美，不仅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声赞美，在离开教会，我们等一下聚会结束，你仍然要赞美。在任何地方都需要赞美，可以赞美的时候就赞美，赞美带下神的同在，赞美带下神的能力。第二件事情，不想赞美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要赞美。不想要赞美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仍然要赞美。诗篇的诗人在诗篇42篇，他这样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个诗人告诉我们，在他内心忧闷的时候，在他内心烦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一个不一样。他选择他仰望神，他选择这个帮助他的神。他说：“我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仍然要称赞他。”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在生命的低谷或者是遇到困难，我们要发出赞美真的是很困难。我们要发出赞美真的很困难。但是这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这是特别在信仰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学习的事情。如何在不想赞美的时候，在赞美不出声音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要来赞美。我想赞美不是情绪化的表现而已，不是只有刚刚说很热闹、很欢腾，然后很大声、很大的声音，有很棒的乐团，然后有很热闹的氛围。我想赞美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然后很嗨而已，不是。我想赞美更加是充满一个情感性的流露，赞美更加是充满情感性的流露。不管在高山、在低谷、在人生的顺境、在逆境，你仍然向神发出你对他的赞美，你仍然
你仍然在那个当中保持跟上帝的关系，甚至是更紧密、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赞美不是只有就好像很热闹、很热闹、很热闹。有时候赞美也是我们一个情感性的流露，在生命当中人生的高山低谷，我们都透过赞美来看见上帝的作为。在旧约的列王记，旧约的历代志，约沙法王，当他面对敌国的攻击，当他面对很多的仇敌要来围攻他们的国家，这个约沙法王，他就祷告禁食之后，他就找了他城中的百姓说：“我们要组一个赞美团，我们要组一个赞美团。”这个约沙法王就圣经这么说，与民商议的，他就设立了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的国家遇到很大的困难，被仇敌围困。但那时候，这个王做一件事情，他设立赞美团，走在国家的前面，在那里大声的赞美。于是，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后面，他让歌唱走在军队前面赞美神，上帝出手，上帝拯救他们，帮助他们，打败了他们的仇敌。所以，赞美是一种生命的操练。赞美是一种生命的操练，不仅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操练，在生命当中遇到低谷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仍然操练，用赞美去回应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环境，用赞美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情绪。所以赞美是我们很棒的一个属灵的武器，赞美是我们一个很棒的属灵武器。当我们高举赞美的时候，我们扬声赞美的时候，也带下得胜，带下生命的释放，也带下神属天的祝福。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属灵武器，就是赞美，扬声的赞美，高声的赞美，颂赞我们的神。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待降节期了，我们进入到待降节期了，准备要圣诞节，要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当耶稣基督要出生的那一个晚上，有一群牧羊人在旷野，但那时有一群天使就出现，告诉这群牧羊人说，他们就大声的赞美，他们大声的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群天使大声的赞美，颂赞神的作为，颂赞神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拯救。而也因着这样的发出的赞美，发出这样子的颂赞，上帝的恩典拯救就来到我们当中。也因着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同样在对神发出恩典，发出我们的赞美，回应他的恩典。所以特别在圣诞节，不要忘记一开始是一个赞美的开始，是一个颂赞的开始。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赞美的开始，而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拯救我们，救赎我们，也同样，我们也可以以一个赞美来回应这样的恩典。所以，回到一开始所说的，赞美不是只有在我们礼拜当中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大声的赞美。礼拜结束后，我们仍然在学习赞美这个功课，时时的去颂赞我们的神，时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赞美我们的神，看见他的恩典，看见他的奇妙，也看见他的作为。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学习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也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可以不断发出大声赞美、颂扬神的教会。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来为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做公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